大家好啊，歡迎收睇飯後果頻道。今日就分析翻5月30日河馬同坎伯打完交嘅分析。好，大家聽翻記者喺醫院訪問阿河馬檢查前同埋檢查後嘅對話。現場地下留低染血嘅紙巾同埋口罩。好啦，大家聽到河馬啦，哇個表演啊！一見到記者咧就話河伯想殺佢喎。河馬檢查完啦，出返嚟啦，記者再訪問佢多一次，睇下河馬又點樣講咧？我唔會原諒佢啊！我對你咁好，竟然咁唔該，好，大家都聽完啦。個河馬咧就不斷指控阿河伯咧係謀殺佢嘅，但係我唔信咯。一個阿伯咁鹹濕，點會喐手啊？喐咗手又冇得救，冇得翻轉頭。大家如果有追開河馬事件都知嘅啦，河伯戀愛腦嚟，成日以死相逼，離婚就係見報見血之事。點會出手打佢咧？我就唔信嘅啦。我個人覺得就係關於西鐵站打人事件，報道就話河馬執晒行李返大陸，可能坎伯呢，因為兆康嗰單傷人事件呢，就冇得返大陸。咁好啦，冇得返，我自己返咯。河馬心諗，咁咪仲好啦，當分居咯。我喺內地住，你喺香港度住，分居分夠時間咪離婚咯。坎伯梗係唔制啦，老婆仔，你返去咁我點啊？咪起咗個衝突咯。河馬話坎伯無啦啦襲擊佢，咁佢只我哋聽到佢講啦。因為坎伯就留醫緊，就聽唔到佢，同埋咁多日啦，佢都仲未有消息。哇！呢隻河馬真係好似歹毒，為咗個450萬，可以哇！又話做老公又得，做老豆又得，咁樣對老豆嘅咩？唔怪之得喺河馬15、16歲嗰時，佢老豆咁快走咗啦，俾佢都激死啦，仲要話帶佢去美國啊，安樂死啊！可能諗諗下去美國要使錢嘅，不如去香港啦，香港搞掂。我哋之前呢咪好奇啊，河馬有幾多磅嘅？好多人都估佢200磅，我就估佢160磅。咁我上網啦揾下啲資料，哇！究竟係嗰個頭係俾佢打裂啊，定俾佢坐裂咗個頭？就揾到啲資料啦。一個成年人呢個腿呢，佔個全身嘅體重18至22%度。不過減翻佢對腿大腿啦，用128磅嚟計啊，我當你2秒啦，坐落去個頭度，蹬落去度啦，就得出呢2560磅。咁一個成年人呢，個頭骨呢，只可以頂到1000至2000磅力，咁嗰隻河馬咁重，你坐落去裂硬㗎啦，好似合桃咁咯，一壓落去咪爆咯，裂咯。所以以前細個啊，阿媽話：哎呀，唔好玩咁啲啊，擲來擲去啊，擲親啲骨啊，咪所以咁解咯。你河馬又唔理你個身形，又話老公又得，阿爸又得，咁你念到阿爸，咁你念下親情都唔會坐落去㗎啦。同埋喎，手指係俾佢咬到骨折㗎又，佢呢度係攻擊咗2次喎。阿坎伯就話佢用把刀拮咗佢3嘢。哇！你咁重坐落嚟，佢真係
自保，揾把刀嚟拮翻你3月趕你走，唔出奇啊！啲比較上咗年紀啲人呢，同人哋打到好興嘅。如果我唔得嘅，我批個頭俾你當凳坐。婆仔，我實會追翻450萬㗎。如果追唔到，我批個頭俾你當凳坐啦。阿餡伯話：你之前又話養我嘅，又話去煎牛扒養我嘅，咁而家係點啊？找數喎、咁攞把刀仔批佢個頭咯，批咗3下咯。為咗450萬搞咗年幾，到頭來係一單血案。唉，佢哋兩個真係搞笑。希望今次呢兩個互收大家皮呢。好，歡迎大家收睇呢一集。大家俾個點讚啦、訂閱啦，同埋將我頻道分享出去，同埋點埋個叮當。如果有新片，你哋就會收到通知㗎啦。好多謝晒，拜拜。